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湾防疫全纪录的专题报道。根据着亚洲开发银行上新的报告，全世界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新台币263兆。国际劳工组织嘛来警告，全世界有超过半数的劳工，大约是16亿人，当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全球化时代。台湾就算成功控制住疫情，嘛无法度跳出这场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上界严重的经济冲击。台湾整体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新台币1兆，失业的人数嘛高达48万人。当来各行各业要安怎来因应转型呢？咱继续来探讨。有需要吗？哦，被他打哭了，谢谢。我们最开始估便当，大概估大概120、130，其实到现在我们可能发到170，快200个。那其实可以感觉到这台北车站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大概增加了大概可能50、60，大概是50%到70%左右的人数。干一个，我出口2。对，大概两个可以吗？没有一个，一人一个。不好意思哦。其实，在都市里面有很多生活比较经济上比较脆弱的人，这是疫情关系就少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就跌落街头。新冠病毒降起来，经济冲击慢慢弹开。主计总处发布4月份失业率来到4.03%，创下这7年来刚1月份新冠纪录。失业的人数来到48万1千人，比3月增加3万6千人。婚礼机停飞，观光受到严重的打击，餐厅关门，百业萧条，足侪人生活全变调。看看，小姐帮忙买包。看看，帮忙买包，面纸40斤。身体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嘛，而且现在经济也不是说很好啦，又碰到疫情的关系生计生活上都有困难。哪来的那么多资金一直在烧？没有这个资金在烧，这个是讲出真心的话。每天晚上。以前头发都不白，现在头发都全部白完。一般飞机都没有，可能1个月还比不上1天的班机次数，影响很大。公司就已经推了无薪假。希望土地公伯会使保庇然后在新冠肺炎疫情经结束互阮会使较紧恢复工作的环境然后互阮紧赚到钱5月亚洲开发银行公布调查报告，全球因为疫情所造成经济损失，估计高达美金8.8兆，等于是台币263兆。台湾的运输业、旅馆甲餐饮业冲击上大，整体损失可能超过台币1兆。一造就台湾，让大家渡难关。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就算疫情过去了，冲击也不会立刻的散去。好。丹北户纾困方案，咱来到万华艋舺夜市，见证摊商用团结的力量，开创一片的天地。是啊，非常小，有客人订单进来了，所以我要带两只眼镜来看到，一只老花眼镜，然后这个我这样才看得到字，它是送到桂林路。他要买什么？猪血糕乘以6只，然后蟹肉1份，猪血糕6只，蟹肉1个，请准备好，赶快拿来我这边。好，接单。1种是。蟹肉猪血糕。猪血糕6只，蟹肉1份。OK。万华人用赖点餐，艋舺上款对夜市头到夜市尾超过60档的小食。点1档，点2档，甚至是点1条鸡。摊商的外送员出车一抓，外送到府的运费只收0角价。平台外送这些抽成太高了，那我们这边又真的大家都没有生意，我才会想到说，不然我们自己来做外送。艋舺夜市发展促进会会长做点餐员，重担全部拢落伫伊的身躯顶。请给我你的电话。所以有时候我时常都会绕高去就下唔到价钱啊，有时候都我自己亏本嘞。你这样要赔多少？有时候
有时候一天，有时候差个将近快100块，都是我自己要拿出来垫的。赢个铜板拼光光，合作是一条新的生机，涉入高地观光业，因为疫情正在转型。台湾观光巴士总经理7号元想尽办法救生。你们还好吧？哎，昨天的载客量有没有出来了？有。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增加。昨天才32个人。32个。那前天呢？前天47个。47个。抢救包车，北上双层巴士，游台北2天。那我们这次帮助了司机，帮助了商圈，啊，帮助了饭店。好，加油哈！啊，加油加油！啊，我去停车场开会了。啊，拜拜。啊，再见，加油！7号元透早就4界走踪，放下总经理的身段，亲自到大饭店含店面，说明自救的方法。串联店面150间，组成自救联盟。经历过921和 SARS， 伊讲今年是上艰难的一战。所以以前天一天14台去9份，每天10几台去9份，现在都没有了。车子停在这边还要付租金呢。7号元旗下的租车公司有游览车、航空巴士、客运、商站巴士，一年的营收5亿2000万，半年来大工亏损50万。最主要就是我又一直想，员工，那我现在不照顾他，我如果有一个很自私的心理，那他可能就是没饭吃。300位员工背后的300个家庭，是7号元坚持的原因。今天我要毕业了，那我有点准备好了，也有点还没准备好。那相信跟我同期的毕业生应该对毕业都是这种感想。今天我要结婚了，那因为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真的有很多的感受，有开心，有兴奋，有紧张，有难过。其实我蛮珍惜这次毕业典礼，因为毕竟在这次疫情的影响当中，还能有这个典礼，我觉得十分难得。我的另一半，我的老公可以跟我一起坚持到今天，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想就是带着这些满满的祝福啦，一起就是走向自己另外一个新的人生。爸爸，你会不会舍不得？会很舍不得，很舍不得。但是毕竟要走。掌声跟尖叫在哪边？相信此时此刻，好吧。我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崩溃到每天在哭，就是会觉得说，其实准备婚宴很累很辛苦。其实你真的要同一个时间点，然后找到你喜欢的这些东西，这些元素要聚集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已经很难了。周玉婷和伊的翁婿做顶真筹备婚宴，有半年的时间拢伫丢丢的煎熬当中。
同期有很多的新娘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确实他们也是担心说，哎，会不会有可能参加了一场喜宴，结果这场喜宴被爆出什么疫情？其实真的也是有人讲说，你们不延期，那我不来参加。今天是大解封这一天，你们自己觉得松了一口气。经过重重的关卡，总算在疫情当中顺利举办婚礼。非常亲吻新娘。另外一边毕业生嘛，等你走向美丽的未来。今年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分娩，绝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传染病已经迫在眉睫。大概毕业典礼这天，依照规定，设来集会场所的总人数会当伫250人以下。各系推荐一名领证的代表参加，家长干会当1位到2位入场。陈冠霖是土木系代表，爸母对台南上北参加。阿姨、爸爸妈妈这样子，还有他的表弟都来。因为没有人参加过大学毕业典礼嘛，刚刚也是第一次，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能在台湾生活已经算很幸运了。得来不易的毕业典礼，陈冠霖讲伊足感谢。虽然未来这13万毕业生，踏出社会了后，要面对新冠病毒冲击下的环境，就算是上歹的时间点，伊嘛袂当丢退。今天能够顺利毕业，我觉得除了很开心之外，也是很感谢。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延期，或者是还在犹豫不决的新人讲说，其实现在各个地方的防疫措施真的都做得很好啦。那我觉得，我相信事情还是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一株病毒影响到全球，人类变成是命运的共同体。台湾的防疫成果变成是全球的典范，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世界足侪国家的疫情犹原是真严重，新冠病毒嘛随时可能会阁侵入台湾。咱还阁袂当放下戒心，不管未来是艰苦还是困难，咱拢一定要会记哩。伫防疫这条路，你我拢毋是孤军奋战。